日本漫画家清水由美的漫画作品《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维吾尔女子的证词》讲述了维吾尔女子米娜从中共集中营逃出后，向外界揭露出维吾尔族人权受到当局严重破坏时所诉其在营中的种种经历。清水由美表示，自己在看新闻时才得知维吾尔人的困境，便反思自己能否为这些人权严重受到政治破坏的人们做些什么，于是以漫画艺术作为传递时事议题之媒介的灵感也油然兴起。该漫画作品虽曾被日本媒体报道，然而因触及政治议题等敏感内容而被出版社拒绝。最终在众多网友自愿将该漫画翻译成各种语言后，在网络上被疯狂转传而火速爆红。该漫画作品现有日文、英文、中文、韩文、维吾尔语、土耳其文等版本。至少500万名维吾尔人被监禁在东突厥散的再教育营，中国当局将其控以恐怖分子、极端主义等罪名加以拘留。国际社会广泛谴责中共当局针对维吾尔人的种种破坏监控行为，用意在灭绝维吾尔人文化与其伊斯兰信仰。在探索继续见证故事灵感的时候，在2019年11月遇见了古力巴哈尔，听完他的真实详细的证词，并提供了其他被关押的维吾尔妇女老少200多人的名字及其遭遇，震惊地看到了中共虚伪面孔背后的邪恶。之后决定制作见证系列卡通故事的续集。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对来自东突厥散的部分或全部棉制品实施禁令。3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美国就涉嫌侵犯人权的行为惩罚，政府可能尽快采取行动。推出这个禁令的背景是，人们普遍担忧中国存在强迫劳动，禁令可能会影响到一系列的服装和其他产品生产。在东突厥散，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民族进行了镇压，包括大规模的集中营关押无辜人员。该禁令的范围仍不清楚，比如它是否涵盖从东突厥散或中国发货的所有棉制品，还是可能扩大到从第三国发货的含有东突厥散棉花的产品。任何阻止棉花进口的措施都可能对全球服装制造商产生巨大影响。东突厥散是中国工厂的棉花、纺织品、石油化工产品和其他产品的主要原产地。世界上许多知名的服装品牌都依赖延伸至中国的供应链，包括使用来自东突厥散的棉花和纺织品。研究和新闻报道记录了数百万东突厥散居民，特别是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被关押，强迫分配到工厂、棉花农场、纺织厂以及从事各种粗活。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特朗普总统对中国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指责中国导致了武汉病毒在全球的传播，破坏了美国经济。最近几个月，特朗普政府一直在稳步加大对中国的制裁，以涉嫌侵犯东突厥散人权和制造国家安全风险为由，对数十家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这一新禁令可能导致主要服装品牌纷纷撤离中国。在美中日益紧张的局势下，许多企业已经考虑将服装供应链转移到越南、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法国总统马克龙回应法国议员敦促法国总统以及当局回应中国在东突厥散的镇压政策，并要求法国当局致力于将中国诉诸于国际司法，接受反人类罪的审判。该信由欧雷里安·塔谢牵头，30多位法国议员联署。此信以及马克龙的回复公开发表，证实法国以最强烈的立场谴责中国对维吾尔民族的镇压。马克龙表示，中国的做法不能被接受。马克龙明确指出，一直对所有关于东突厥散民族受到打压、集中营大规模关押以及大规模逮捕的证词、文件，包括维吾尔文化遗产，尤其是宗教场所遭破坏的情况、人民普遍被监视和东突厥散地区的镇压政策等等，都给予了最为严重的关切。马克龙强调，法国当局利用每一次与中国当局的双边机会，都会敦促中国结束对东突厥散关入集中营的政策。中国所有这些措施都不能被接受，因为这与国际人权准则相违背，因此法国给予最为强烈的谴责。
中国疫情、洪水、地震、蝗虫等灾情接连不断。近日，多个省份的粮库又相继失火，中国粮食缺口原本已经无法补缺，面对各种天灾人祸，更是雪上加霜。中国荒粮危机四伏，蝗虫已袭中国多个省市，平均可在每平方米发现10至20只蝗虫，密度最高可在每平方米发现50只蝗虫。路透社此前透露，今年中国的玉米短缺可能达到3000万吨，约占总产量的10%。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夏天河北和江苏的小麦采购量下降了约30%。中国病毒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之后，中国继续消耗或重组国际供应链，这加剧了外界对中国严重粮食危机的担忧。就在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和抖音海外版的禁令将生效之际，澳大利亚一个主要智库发表报告说，微信国际版和抖音海外版正在对全球的言论自由构成挑战。支持民主、同性恋者权利抗争等长期在西方可以公开讨论的议题，在这些平台上已经成为禁区。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这份报告说，抖音海外版从事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话题的审查，同时也压制对一些内容的视频传播。该研究所通过分析案例显示，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人权问题、美国当前的抗议活动、性少数群体等议题相关讨论正在受到抖音的审查和管控。德国媒体此前曾报道说，无法在抖音上通过自由新疆、维吾尔、文化灭绝等话题标签准确地找到相关视频。抖音将这一问题归咎于技术故障。报告表示，抖音提供的体验是经过策划，平台拥有巨大的权利来决定向用户提供哪些内容。抖音平台对敏感话题标签的分类方式和对待恐怖组织、非法药物和脏话的方式一样。审查最多的话题是宗教自由、中共对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的破坏问题。中国驻华大使馆的微信账户上至少发生了3次有关维吾尔人议题的帖子被审查的情况。特朗普政府行政当局有关抖音和微信海外版的禁令定于9月15日生效。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不断升级，两国有争议的西段边境班公湖附近9月7日传出枪声，为1975年以来首次。中国和印度互相指责对方在边境地区先开枪，加剧了这两个核武邻国之间长达数月对峙的紧张情势。两国边境冲突至今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在中国指控印军于边境先开枪之后，印度9月8日迅速发表声明，指责中国边防部队严重挑衅，公然违反协议，并向空中发射子弹，以此恐吓印军。尽管如此，印方部队还是保持了极大的克制，表现得很成熟，很负责任。印度媒体8日晚间援引政府人士的话说，中国军队有长矛和棍棒，并发表了一张似乎显示士兵手持刀棍的照片。